高雄的五福国中今年头一摆甲台语课程结合实农教育，带囡仔去到农场用台语认捌菜色果子，囡仔也亲身挽果子做点心，了解食物对土地到食饭倒的过程。百香果的台语哪了？系啊，是价格对。学生囡仔来到农场，头家娘用台语来销解农场内底每一种菜色果子，唔那菜色甲果子尔尔。农场内底会当看到的香料、汤拖等等的生态，拢是今仔日的课程。学生除了学到菜色果子的台语，佮摕来比看卖，每一种气味拢无共款，大家拢感觉真神奇。今仔日阮老师有带阮来这个农场，教阮安怎采草鱼，啊，佮有教阮讲安怎迄。平常时种一个技术，老师教阮讲足侪水果、足侪物件，互咱体验。这是五福国中2年啊，这班神农教育课程，学校头一摆将闽南语结合神农教育，带囡仔到农场实习农作物。头家娘也带大家挽草鱼，尾仔搁做成草鱼的点心，互囡仔来了解有机种植、落肥到采收的过程。原来因逐工食的食物是安尼来的。希望因会使了解有机的种植是安怎种的，咱无需要用农药啊，搁化学肥，咱会使用做天然的方式，互因熟悉这个生产的过程，会使食到较安全的食物安尼。这节课老师搁特别设计菜色字卡，先教学生熟悉菜色果子的台语要安怎讲，透过实际到农场的体验，加深学生囡仔记忆，认捌在地食材，也通进一步认识咱的食物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